这个，哎，朱迅，你经常到各地的去采风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你对各地的那有趣的风俗了解一些吗？风俗啊，哎，那说到风俗呢，其实我觉得这里的风俗特别的有意思。你看这个小女孩，哎，她头上戴一个特别可爱的包头。我听说这里有这样一个风俗，就是如果男孩子对女孩子有意思的话，就会绕到她的后面，趁她不注意抢走她的包头。然后女孩子呢，如果也喜欢他，就会半推半就的送给他。如果对他没有意思或者已经有心上人了，就一定要要回来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是这样的。我站在这里这么半天了，没人来抢我的包头，有点失落。那要不我们请这个礼仪小姐给这个朱迅来个包头怎么样？我们组织抢一下行不行？好不好？组织抢得自愿，这不能组织啊！刚才有一个条幅我已经看到了，谢谢大家。那么我的包头就不用抢了。你看我身后有12位啊，非常漂亮的小女孩，拉祜小女孩。那么呢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这一轮比赛就是抢包头了。包头。好，其实抢包头的这个竞赛规则呢很简单，就是双方各出6名男队员，来到这个场地中央以后，看哪一方先把对方的6名女队员的包头抢到手，这一方就为获胜方。哎，不管对他有没有意思，都不能被抢走是吗？应该是。哎，这是比赛嘛哈。对。好了吗？我觉得今天这台上会一番恶斗。对。我想12位小伙子已经是整装待发了。好，加油啊！预备，开始。现在我们看到双方的小伙子已经冲过来了。哎，我看你还是加油啊，小伙子！小女孩都在躲啊，都在躲。一个护一个，老鹰捉小鸡。后面的小伙子加油啊！来晚了，好姑娘都被别人抢了。哇！我们看到也抢到一个了。不许挠啊！不许上手挠啊！拼死不给，给我吧，不给。站好，抢一下。还不撒手，还在做最后的抵抗。哎，这哪是抢包头啊，简直是抢人了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激烈的这个比赛呢，已经结束了。哎，真的会这么抢吗？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呢，他就不那么抢，知道吗？会比较。哎，比较温柔一点。哎，对。哪能上手挠啊？哎，要这样抢的话，你说哪个姑娘会看这小伙子呢？是吧？太暴力了。你看，都气喘吁吁，这个。现在我们看到裁判呢在给双方的队员的这个计时，我看啊，成绩已经出来了。这一轮成绩是这样的，蓝队呢是1分21秒09。红队是1分14秒50，红队胜。这轮是红队胜。现在我们有请李瑶姐为这个红队挂上2个小葫芦，同时呢也为蓝队挂上1个葫芦。哎，怎么样？这轮比赛有意思吗？非常有意思，而且他们现在笑的也很甜，不知道是尴尬的笑还是生气的笑。好，那谢谢双方的队员，稍事休息啊，接下来做下一轮比赛的准备了。